活简便，就爱有法度来去照顾道心，咱是安尼简便。哦，咱人拢叫咱是简便，咱无去做，会做不行的。哦，佮再讲，咱要成就也是要这样做啦。哦，那么因地，因地，你种啥生啥，种果结果，种豆得豆嘛。你今仔日若如果是种要成佛的因缘，伊敢会成佛？会啦，爱等头啦，等头啦就了解。哦，咱讲我来学刀子就后摆成为刀子师嘛，对无？我若去学拍剑变拍剑师傅嘛。我若去学西工变是西工师傅嘛。我今仔来学佛，我做的工课是佛的工课，因地，所以讲即个地有神，有神。即个天地修行嘛是有神，你互伊偌济，上天回馈偌济互你。你牺牲偌济，你就是得偌济。你种佛的记落去，你后摆就成佛。所以。